大家開箱曼谷最新嘅酒店。呢間酒店喺今年9月24先正式開幕，係 Hilton 旗下泰國首間 Curio 系列嘅酒店。酒店靈感嚟自曼谷舊布之城，所以好多角落細節都會感受到傳統同埋現代交融氣息。最特別係住客會收到本 passport， 可以跟住每個地方 check in 酒店更加多嘅故事。酒店距離蓬蓬 BTS 只係5分鐘嘅路程，去 M Sphere 只係3分鐘，超級方便。先同大家開箱我今次間房，木係再加淡粉紅色嘅配搭，牆身仲有泰式現代畫，重點係呢個落地大玻璃，6點正可以睇到日落景。酒店仲好貼心咁準備咗一個 sleeping playlist 俾我哋，夜晚可以聽住咁放鬆，慢慢入睡。早餐呢係由朝頭早6點去到下晝3點，行 brunch 嘅概念，啱晒我呢啲想食酒店早餐但又唔想早起嘅懶人。酒店亮點之一就係呢個湖邊際泳池，紅藍綠嘅配色靚到好似幅畫咁，女士們執定5-6套泳衣嚟打卡啦！想知我今次房型幾錢同埋酒店準確位置 ，follow 我加留言 hotel， 我就即刻傳俾你。